咱先来锻炼咱的信息。第一首152，152首。咱唱2节，第1节甲第2节吼。第2首362首，我心心着欢喜起来。这条咱小小嘛来锻炼第1节较第2节咯。第3首399，愿上主大人来。这首吼，咱等下唱的时阵吼，它就是有反复记号，所以我们要唱2次。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锻炼1次就好了。上主。Amen.
内信息的串联告家。所以我们邀请敬拜赞美的同工上来哦。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要搁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虽然天气真寒冷，也毋过咱嘛是爱摕出咱的热情来敬拜咱的主，好不好？我们现在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神要将天敞开，他的宝座就在这里。我们要唱歌来赞美他，将天敞开，神的荣耀就在这里。一起来拍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是的，天上地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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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是的，神的荣耀就在这里。每一天，每一天。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不停止来赞美你。主，我来到你面前，主，我来到你面前，谢谢你。阿们。主，我来到你的面前，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敬拜耶稣。是我的生命，好像呼吸不能停息。
在每个白天，每个黑夜，在每个晴天，每个雨天，在春夏秋冬的每一天，我敬拜你。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凡我脚掌所踏之地，从海角直到地极，我赞美你。主，我来到你的面前，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敬拜耶稣是我的生命，好像呼吸不能停息。在每个白天，每个黑夜，在每个晴天，每个雨天，在春夏秋冬的每一天，我敬拜你。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凡我脚掌所踏之地，从海角直到地极，我赞美你。在每个白天，每个黑夜，在每个晴天，每个雨天，在春夏秋冬的每一天，我敬拜你。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凡我脚掌所踏之地，从海角直到地极，我赞美你。在每个白天，每个黑夜，在每个晴天，每个雨天，在春夏秋冬的每一天，我敬拜你。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凡我脚掌所踏之地，从海角直到地极，我赞美你。哈利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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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家己，真做偌济。求圣神，你来充满我；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望来亲近你，搁较忍捌你，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请你来，有机会，咱举起咱的手，对圣神讲：充满我的心，主，我唔望来亲近你，我唔望来亲近你，搁较忍捌你，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
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应允，应允，应允，我求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应允，应允，应允，我求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应允，应允，我求主。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今早起，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感谢。伫这新的一年，求主你赐福阮有新的性命、新的愿望、新的眼光，恳求圣神引带阮、教示阮、顺服甲谦卑，互阮有智慧的心，知影你对阮的旨意，尽本分来听主、听人、听万物，真做你保养福音的器具，将你的听带到逐个所在。互搁较侪人认捌主，得到即个福气。感谢俄罗主，愿阮今早你的敬拜甲俄罗，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阮的感谢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
我的心尽真，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宽台，我袂大摇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做伙这是咱做伙来唱圣诗152首，救主听痛的声，咱起立吟全首。请坐，咱这时压头同心来祈祷，听听阮的天父阿爸上帝，阮的主，感谢你竞选阮诚做你的囝儿，会当认捌你是阮上大的福气。你赐下你的独生囝耶稣，诚做阮生命中唯一的拯救。你爱阮常常喜乐，不时祈祷。凡事感谢，求你赐阮有顺服感恩的心，赐阮有聪明的智慧。你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阮脱离讲白贼话的人，帮助阮脱离迄个歹的路，引带阮行公义正直的道路。主上帝，阮求你，伫阮的教会来掌权。因带兄弟姊妹为着教会的复兴，做伙来跑走，互阮彼此相听连结，彼此同心，彼此行公义，好人民，甲主同行。愿主信心甲阮三角伫地。愿阮今仔日的敬拜阿罗，荣耀主上帝，所有荣光归伫主上帝。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信阮。
这时咱要做伙来启用，请掀开行政史后壁面启印文1053页，启印文30诗篇121。现着我来启，请这大家来印。我举头看山，我的班章对上主来。伊互阮，伊袂互你跋倒，伊设立个保护个袂顿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下面是圣歌队献诗，圣歌队要献的是主咧叫咱。下面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上帝的话记载伫《传道书》第1章第5节到11节。《传道书》第1章第5节到第1节到11节。现着我来读，请这大家来听。《传道书》第1章第5节：日出日落，紧紧走倒转伊所出来的所在。风吹往南，搁倒转往北。东西无煞，也倒转伫伊东西的泉。江河拢流落海，总是海也无满。江河流到倒落，就搁流到遐。万事落苦到极，
人讲袂真，目睭看袂饱，耳孔听袂甜。所要有的是前已经有，所要做的是前已经做。伫日光的下面，无有新的事。兼有啥物人，兼有啥物事，人通记伊讲。你看，即个是新的，伫咱以前的世代，早已经有啦。已经过的世代，无人记得；将来的世代，后来人也袂记得。以上。有主将你的话刻点伫我心。请起立，咱即时做伙来共读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为遐搁再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广东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下面是讲道，今仔日国成牧师所要透放上帝的话语。今仔的主题是找到满足点。我将时间交国成牧师。我讲来到台前爱脱口罩，所以我爱脱口罩。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来新年快乐！较大声的啦，新年快乐！去台南市，敢有人去台南市？过年时间敢有人去台南市？无，我有经过台南市，因为高速公路一定爱经过，有人侪人过年转去南部转去家己的故乡，有人转去东部去东部人较辛苦感谢主今仔日咱游园伫过年伫古早时代咱农历的过年爱到15元宵所以还阁是算过年的期间内面，咱做伙来敬拜上帝，伫过年的时来领受上帝的恩惠台南市。即届用的春联也是红包落伊讲旺兔顺利旺兔顺利，有人知影讲即个笑话是安怎来无？这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姓涂他叫涂淑丽这个涂淑丽这个女性伊嫁予一个姓万的姓万的谁姓万你知道吗？我知道口碑台南的口碑遐有姓万的姓万的。这伊叫这个姓万的丈夫了，伊有冠夫姓，后来伊的名叫做万涂淑丽万涂淑丽。所以若要叫伊的时候，万涂淑丽万涂淑丽是毋是即个台南市的红包用旺土顺利旺土啦想要顺利愿上帝想帮助咱已经会当讲是进入后疫情的时代。望今年的疫情会当来过去，嘛有真侪国家解除喙暗令，包括室内、室外、室内，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互咱今年可以摘下面具，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笑容。愿上帝想帮助咱，咱甲边人讲旺兔顺利，这嘛是意思讲会当顺利这两三字用英语来念。的意思，嘛是讲当咱摕到即个红包落的时阵，讲咱会当今年会当顺利，会当有即个兴旺。所以咱的教会嘛，伫今年得到兴旺，福音嘛得到兴旺。所以咱甲边人讲爱兴旺福音。教会安那？
教会爱兴旺。咱吟诗大声嘛是一种会兴旺。读圣经读较侪摆，读一届、两届、三届，安尼嘛是一种会兴旺。兴旺家己的灵命甲灵性。所以兴旺毋是代表即个足侪人也是因安怎？有当时兴旺是兴旺咱家己，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你看火若咧倒，啥物叫做火足旺诶？爱有茶，茶无够会安那？就花去。所以圣殿上面的火一定要不断的燃烧，一定要不断的烧。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愿上帝使用咱今年兴旺佮顺利，包括咱的事业，包括咱的家庭，因为咱伫年初，咱拢会下一个梦，咱今年会当平安，会当快乐，嘛会当顺利。愿上帝甲咱做伙三个同在。因为已经3年，哇，真辛苦，而且回想过去，咱只有5个人、4个人来教会做礼拜的情景，下较是无人的，所以只有伫线上。但是即摆看到线上的点阅率吼，咱会哪少？较早拢100起跳，即摆可能拢差不多有30吼，感谢主。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互咱的灵命佮倒来到伫教会，到伫圣殿，到伫主的面前，所以当咱的心会当亲像即甲喙仔揢掉，迄种较无上帝，较无主。所以咱今日敬拜而乐，咱讲求圣神来，求圣神来，但是咱嘛爱求咱家己会当来进入教会，甲大家彼此连结，这才是真正教会的生活。愿主使用祝福，互咱今年亲像即个万途熟利一样吼。伫传道书的作者甲咱讲几件代志，伊甲咱讲啥物话？人其实无法度清楚明白生命的意义，用语言嘛无法度表达生命的意义。你敢知影你的生命的意义？够人真清楚。有个人伊立志，伊一生要做总统，总是可能无法度无法度。过去真正有人安尼努力，即摆嘛还佫人咧努力，但是是毋是有迄个命？毋知。所以咱基督徒常常讲一个命定命定，可能伫即个你的生命的中间，上帝甲你命定，甲你拣选。亲像大卫，伊一生嘛无讲伊要做王，但是当撒母耳要来拣一个王的时，伊嘛毋是第一眼第一眼就找到大卫，伊是经过伊的阿兄第一、第二，到上尾较轮到伊。因为圣神甲伊启示，甲撒母耳启示感动讲，人看啥物货？人看外表，但是上帝看啥？看内心。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当咱咧挂喙仔的时，其实你咧笑，你咧哭，你咧生气，也是安怎？咱无法度清楚明白，因为你挂喙仔。但是咱的感受，当时佫挂目镜，我其实佫较袂出来。所以，当我们把口罩拿掉的时候，那个就是真实，真实的脸。虽然慢慢建立无挂喙仔日子，但是大家要有勇敢的心啦。是有人嘛小可会惊嘛是小可会惊。我真佩服，竟然有人伫即个过年期间要来台湾地选，应该出机票，应该伫出机票钱，我实在是足感动。伫即个礼拜4，因竟然100-200个人要来台湾的教会地选，我实在真想无，为什么伫过年时间，搁伫即个疫情还未完全过去的时，因竟然有即种的勇气，伊竟然有即种的想法，因竟然有即种的体力，因竟然有即种的使命，因竟然有即种3年拢无来时，因犹原伫今年点到迄个宣告火热的心。我伫咧想讲，为什么？这就是信用，这就是生命，这就是圣经对因的教导。亲像耶稣变为伊的学生，最后伊甲学生讲啥？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
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地的尽头。保罗先生嘛，掠安尼做伊性命要紧，所以保罗先生伊一直想讲啊，我要甲福音传到西班牙，吼，圣经讲他斯，就是要传到迄个葡萄牙里斯本迄个所在，讲地就是到这里。那个是古早时代因讲想的迄个地的尽头。但是上帝透过清教徒，透过早期这清教徒，因伫英国、因伫英格兰、伫苏格兰，因的信仰拄着无法度突破的时，因讲我要来移民美洲，就甲福音带到美国，带到美洲的大陆，对美国、对加拿大，到后来整个的南美洲、北美洲，信主的比率真悬。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知，竟然有人伫这几年时间要去传福音，所以教会兴旺嘛，对咱的性命要来开始。所以到底有明白咱家己的性命的意义无？其实有当时我嘛无真明白，总是上帝甲我竞选的时，我就清楚我的职分，我着爱努力打拼。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会当对圣经来认捌生命的意义。其实传道书的作者是甚物人？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伊咧写传道书的时，伊用伊做一个各样的角度来看这生命。其实所罗门王敢知伊生命的意义？伊是起圣殿的人，所以伊甲这个圣殿有真亲密的关系。因为是伊的手所去做的，是伊的老爸大笔无法度完成的任务，伫伊的任内做国王的任内，甲伊完成。所以完成这个圣殿，哇！这个圣殿着要用真侪遮个上好的建材、上好的物件。南部有一寡教会咧翻修的时候，厝顶咧翻修吼，当咧厝顶，因为本地是拢无做即个轻钢架嘛吼，后来拢有做轻钢架。当即个轻钢架隔热板甲伊透开的时，哇！顶面的厝顶的建材是迄当时上好的檜气块木，哇！块木在北的，所以看到这种建材是非常的在北，非常的真实。愿主使用帮助咱，其实咱人是有限的，但是要用人的眼光来看咱人的意义。有当时咱人的眼光是真大，但是今日主题甲咱讲，世事一直照安尼来行，无停的运转。大自然嘛是无停歇，一直无变，照这个四季的变化。这几工天气变化，真侪所在着搁客满，对，山顶，山顶，太平山啦，还是合欢山之类的哇，遐所在着足侪人要去看。咱看讲今年烧热，但是嘛还阁有寒天的味。但世间的事无一项是新的，因为过去的代志只不过轮到今仔。过去的社会的纷争，今年现在嘛是还阁安尼。所以人的欲望是无限，但是人的性命是有限。所以所罗门王伊讲哇，这水江河流入大海，天袂饱，天袂满。体面吗？所以传道书有一句话讲：虚空的虚空还是什么？还是虚空。这个虚空是讲人有喘气人迄个喘气当时人的性命就是亲像喘气安尼。当无喘气的时候，人的性命就无去。这不管你有偌侪输偌侪空气，甲性命亲像这个气共款，有当时嘛留袂牢，有当时人的性命嘛留袂，安那留嘛留袂牢，安那抓嘛抓袂牢。有当时人的岁月嘛是共款，青春的岁月安那留
嘛留袂掉。所以人性命是有限，但是人的欲望无尽。对传道书来看安尼，所以讲咱来追求性命，即个意义，毋是伫咱无限的欲望，是咱性命你有活出你的价值无？所以咱来看传道书咧，甲咱讲啊，虚空的虚空还是虚空。哦，咱毋通互即句话翕来翕去，就是讲人有真侪的欲望，爱对即件事，哦，对传道书来做一个短哦的反省。所以天下无啥物神奇的事，少年的时哦，跨年迄段时代，吼，当咧流连跨年，吼，就会去想要去跨年，但是你即摆来讲叫我去跨年呢，我来讲哦，较早困的较后面，吼，较早困的较健康，吼，因为安那你无亲像啊少年时代安尼吼，吼，遮热热喷喷。咱当是老，毋是讲你咱人活到年老，就无迄个价值，无迄个价值性。年老嘛有伊的价值。最近有一句有一个流行的一个概念吼，拄仔咧推行。伊讲壮世代啊，毋是迄个弄铁人的迄个壮吼，是迄个臃肿的壮世代。讲咱的社会吼，咧调整咧改变的时，这个壮年吼是人一生吼活到上界有经验、有钱吼，然后又有经验，然后他又可以贡献社会，所以也不是年轻的人，而是在壮年。他提这个壮世代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一个吴春成哈，因为咱张了教会来底一个伫公关公司咧做负责人，伊咧说这时，我感觉我嘛真认同吼。一个新的概念，一个新的观念。今仔甲大家做三个来分享，就是满足甲完美。但有当时你有一寡物件了后，你的心还阁会无满足无？有一个牧师，伊逐个开福音车吼，伊开教会福音车，伊逐个咧开福音车就讲哦，佮一台草袍看过，开过啊，伊拢伫遐上遐个草袍，吼。但是这是人想讲我一生是毋是会当有一台好的车？人其实有即个想法，是毋是讲你有即个物件了后，你希望有搁较好的，有搁较新的，有搁较水的，有搁较大的，有搁较紧的。比如讲手机我摕这已经落有啊，我想要搁换一支搁较好的，因为有新的物件出来。所以恁是毋是期待当将你喜欢的物件，甲伊升级？亲像你有车，你想要搁较紧的；你有手机，要想要搁功能搁较好的；你有厝，想要搁较大的；你有佚佗物了后，你想要搁较新的。其实囡仔嘛有安尼的想法。囡仔若出去，伊会看讲，我是要买这，伊有一个欲望。但是人敢会当透过安尼就来满足？其实满足甲完美会伫咱的心内不断伫遐咧照你。啥物是你上界完美的？有一条歌叫做《欢喜就好》，伊讲安那，规工嫌车安那，无够拍，嫌厝安那，嫌菜煮了，嫌啥物伤歹看，嫌翁是嫌翁嫌某吼，驶着啥物会惊人头，大厝歹摒扫，所以不当食伤好吼，也袂血压高，欢喜就好，人生短短啦吼。即句话有当时咱来对照传道书，伊嘛有讲到人生，其实欢喜上重要心态快乐开阔。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其实人生嘛无啥物撇步欢喜就好。所以人生第一站，咱毋通过头去算计。也是过头去追求所谓的完美，有一种主义叫做完美主义，毋知你有无？我捌做过九型9型人格的测验，内底讲1型的人就是最完美，那1型会有2个侧型，就是2型甲9型，那人都会有侧型，比如说2型，它就会1型跟3型。你若是4型，你就是有5型甲6型。伊用9种
的人格来甲你分析，分析。过去有一个之前有一个天主教的修女，伊有咧设即个人格的测验，测验9型9型人格，即嘛有出册，互你会当针对9种的人格来判断家己，你是属于倒一型的人，倒一。我咧上CPE 的时老师嘛甲阮测验过，所以阮迄班的学生拢知影伊代表是啥物型的。有时候还蛮准的啦，还蛮，但是迄是一个参考啦，参考吼。我生命有一个故事吼，我助理2顶下届吼，阮顶届甲下届甲阮即届加起来囡仔有偌济？互恁约？对，30个你若知吼？好笑，我30个囡仔，咱即摆助理2拢无到30个，咱即摆助理2闹20个真厉害。所有教会拢共款，闹10几个真厉害。包括都市的教会嘛相款，这是少少子化，这个囝生了少，影响社会上介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少子化。学校爱关，佫有真侪物件爱去调整。有可能学校最后爱转型做老人之家，爱做养护之家。真正，中华明德大学已经开始要申请即种的转变，爱有病院、医疗来介入，然后迄个大学全部要做养老村、养老村。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是少少子化的一个问题，嘛要鼓励咱的囡仔会当咱的青年会当成家立业，会当增产报国。我生一个，我是来愧对上帝啦所以我是真期待啦，是上帝是阮帮助咱帮助咱的即个咱的国家。伫未来咱感觉讲生产力即马上界好的国家大概拢东南亚的国家越南、印尼因为他们劳力过剩，所以就要来做输出输出这个劳力来需要的国家包括看护啦包括一寡的迄个，所以愿上帝是阮帮助咱互咱的主日学嘛会当延续，真侪教会竟然无主日学的时间，所以这是咱爱去重视。爱甲这一寡亏力，家放伫迄个所在来帮助。所以有的教会毋是伫遐咧发生日奖金啦，生日也毋是咧发养老，当然有啦，这拢有。但是因教会佫加一条生囝，大条的，真的，真正有教会。你生恭喜红包，大包的，鼓励。因为即摆囡仔要饲囡仔真辛苦真辛苦。但是较早安尼凊彩生凊彩大，嘛是共款大垃圾食嘛垃圾大所以愿上帝是阮帮助咱。我有一个助理2即个伊是女的啦30岁差不多20外钟前10外钟前30岁我嫁袂出去要安怎？开始烦恼，佫交无男朋友要安怎？毋是伊生了无好看嘛毋是讲迄个无人甲育嘛是有人甲育伊就无爱佫要爱基督徒到30岁开始紧张边遮个三姑六婆遮个毋是马丁迄嘛有三姑六婆嘛就遐来讲我甲你介绍就甲伊安排去相亲安排去相亲，伊嘛真正去相亲相几6届伊个相亲的故事有一届我听伊咧讲相亲的故事，伊就讲明明迄个查甫就袂歹，佫教会佫回来佫基督徒你较会无爱实在讲来嘛话头长，其实迄查甫的无歹，但是拄好要离开的时发现伊的眉破一空。镜头走出来，我想安尼你就无爱就讲袂出来，伊嘛讲袂出来。是安怎？就眉破一空，伊就无爱所以就讲我就嘛毋知影要安甲分析。后来原来迄个白马王子的形象，因为安尼
怎无破灭？伊怎停留伫即个杯仔破一空呢？就无搁继续啊！啊，了搁上几落届嘛是无。哦，伊甲我共一届，到即马嘛还搁小姑独处，嘛搁是单身贵族吼。哦，啊，所以单身贵族爱，特不是吼，若年假吼，爱着出国佚佗安尼。哦，迄嘛是好啦，嘛是伊真好诶人生啦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啊，想咧3年无法度出国吼，爱着玩国呢，环岛呢，吼，愿上帝帮助。所以到底是安怎呢？是毋是这白马王子的形象无去？所以伫咱的心内是毋是有迄个完美的主义？但是传道书甲咱讲，嘛是虚空啦吼。所以无啥物新鲜的事，咱人共款，无因为你社会进步，人的罪就法度除去，啊是人的欲望就法度无去，有缘相反，社会问题伫过去存在。伫今年、伫现在嘛，还阁存在，嘛人还阁伫即个罪中间咧突破，包括战争，包括咱所期待世界和平，还无临到。讲到即个尾仔故事，佮大家三角来分享。2009年啊，因为有即个机会啊，去到伫韩国的中部吼，泉州吼，泉州迄个所在。哦，迄信仰是一个真好诶所在吼。有一个泉州诶边仔有一个叫做益州吼，益州。益州诶长老教会吼，就甲中华中会吼，叫做姊妹中会。益州吼，你莫看韩国庄脚诶教会，哦，迄信仰是吼，逐日人肯定吼学乐，逐日你若去参悟着因诶德会，你会感觉讲哇，迄种诶热情，迄种诶活力，迄种诶活泼。阮著去参观一间教会，教会参观了，教会要甲阮交代，恁遮牧师，我要甲恁交代，就带阮去一间，吼，有哪是坐涂骹诶餐厅，这坐涂骹诶餐厅伫韩国、日本，吼，较平常，吼，较定有，伫咱台湾拢是坐医疗吼，有桌伫韩国、日本就是爱，吼，坐榻榻米，坐迄地板安尼吼，开始，遐长老就甲阮服侍，吼，就甲一道甲阮巡，饭有够无？吼，若饭无够，我阁来叫。这菜会伤咸诶，因为迄菜拢红啊，吼，有诶人就毋敢食咸，伊就讲你若无食咸吼，我阁甲你传无咸诶料理。遐长老就甲阮服侍，逐道甲阮奉台啦，奉台拄好有一个查甫诶长老来到阮即道诶边咧甲阮招呼。了看伊诶妹仔，伊诶妹仔共款嘛破一空。吼，我想讲这长老就有当时吼会无注意，所以我就伫迄件代志，我就学会晓。其实出门诶时阵爱注意你诶妹仔有破去。万一你若去回诱因兜，无输你诶妹仔较会破一空吼。所以吼，若破骹底吼，佫还好吼，看袂出来。啥破头前就亲像安尼。所以愿上帝是阮帮助咱，吼，所以咱若无小心穿了有破空的袜仔，吼，安尼就断上一个好的姻缘，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世事真侪，互咱无法度明白，人的造物有当时嘛无法度，互咱完全的掌握。所以伫你的人生，你有啥物计划？吼，你有一生的计划，吼，这餐厅吼。袂歹，我感觉去食即种吼，嘛是真好啦吼。有一届有一个老伙仔吼，毋是名讲老伙仔，有一届一个80岁的会友去到遐，伊坐袂落来啦，吼，伊坐袂落来，真麻烦吼。所以咱爱学习会晓吼，亲像咱遮礼拜四爱做一寡拉筋的活动，所以爱参加商联。咱遮会长拄伫台顶啦，吼，甲拍破一下，吼，会长。伊即摆拢带咱拉筋，吼，做一寡活动。我感觉迄个80岁迄个阿伯吼，讲坐袂落来吼，因为安那，伊这腰吼，敢若无法度吼，所以我看因韩国人足厉害，迄搁较年老，伫迄迄园伫遐咧挽菜，迄骨头够软诶，迄哪厉害？迄骨伫遐呢，伫遐咧挽菜，阮较早去遐甲因传福音无，阿祖妈，你有信耶稣无？
耶稣你捌听过无？阮就甲传福音，4、5个甲围起来，了甲伊祝福，甲伊传福音。迄阿祖嘛伫遐咧办迄个吼，这过去的代志啊。所以上帝有伫你人生的计划内面无？吼，上帝敢有伫你的人生的计划内面？有一届一个牧师娘，伊甲我分享，伊去韩国的釜山参加迄个双语吼，即马进前上届流行即个双语的课程。有一届就上较足暗的，上较10点外捌倒枵啦。伊拄一个人行出去啊，吼，即个牧师娘啦足勇敢的吼，一个人行出去讲要找一个物件通食，就看这啥物汤，真好啉，就叫一碗来食。就问讲这啥物汤？伊叫做养生汤啦，养心汤。就食养心汤，足好食的。叫食了，较知讲啥物叫做养心汤哦，等下甲大家讲。2013年有一届，我嘛甲我妈妈姨姐林牧师，阮去韩国自助旅游。自助旅行，阮就看到地图会介绍有一间原祖，叫做原祖啦。想到原祖，咱想到啥物货？花旗。原祖的意思就是老店的意思啦。所以亲像咱咧路边讲，即间是老店。通常即间老店边仔佫开一间新店安尼吼。亲像中华肉圆吼，即间有一间肉圆，对面佫有一间肉圆。咱切仔面就有老店的切仔面，佫有啥物切仔面共款意思。哇！即个原祖即间咧卖物件足好食，一种汤足好啉的。我想讲，我着要来找迄间啦。我着照地址，照顶面的介绍，坐地铁吼，坐捷运，去到迄个所在，着找，较会找无。迄个所在敢若咧拄光啦，因为我感觉拢较围起来，敢厝无而已啊。得明明地址着写遮啊，较会无，无伫遐说，突然间发现一间空房，写原主或原祖可能就是即间啊。咱入去甲食看卖就对啊。哇！入去开始呢，就叫啊吼。想要叫的，想要食，拢甲叫，点好了，记倒了，哇，菜就出来啊！哇，迄真正袂歹食，足好食。有肉汤有肉，这汤内底嘛有菜，拢红红啊，迄汤拢红的。哇！食的，我伫遐看壁吼，我今仔食着啥物汤哦？我食着补心汤。我想到牧师娘伊食着养心汤，我食着补心汤，补心汤。原来补心汤甲养心汤是同款的物件。我无意外去食着，食着汪汤，所以我上帝帮助，我真正是无意外去食着，哇！食了讲要安怎？所以伫你人生的计划，你若是亲像安尼会安那，你要安怎？我无要食香肉，去食着香肉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韩国咧饲狗仔要食的，因是有专人咧饲啦，因毋是掠流浪的，因是迄个亲像东北山东的人爱食共款。我真无细食着溪枸杞，我有当时甲韩国的信徒讲，我捌食过溪枸杞，你捌食过？伊拢甲我笑，你毋知？因为少年仔嘛毋捌食过，讲你无输你台湾人食过溪枸杞愿上帝帮助咱，有时故事的剧本无一定照咱原来人生的计划，这是一个意外，但是是一个人生的经验。补心汤会记啊，你莫去点着补心汤毋过食其实感觉袂歹食，其实是袂歹食所以这是人生的意外，毋是我要调工要去食，但是无意外去食着。所以伫咱的人生其实有真多的意外，但是咱期待上帝参与伫你的人生的内面。伫主后10世纪有一个阿卜杜拉赫曼三世，伊统治西班牙甲北非的所在。伊看到伊家己一生，伊讲我荣华富贵官兵拢伫我的手中。因为伊有一个无敌，伊有一个会当真强的舰队伊是一个即个舰队掌握即个无敌的舰队，伊受人民的爱戴，但是伊的一生快乐的岁月只有14天啦，当伊50岁的时，像我即个年岁，伊回想伊一年，伊即个一生
只有14天，互伊快乐。啊，做一个国王，敢有较快乐？无一定。做总统敢有较快乐？嘛无一定。所以讲，世间人，咱莫相信眼前的世界。吼，这是一个国王伊所分享。伊讲，敌人敬畏我，我的百姓爱我，总是我快乐的岁月只有14天。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上帝互咱永生的愿望，就是伫即个世俗，伫即个世间，咱毋是要追求世俗的成就甲享受，是要追求咱人生伫即个价值。所以，咱要追求迄个满足感，咱敢有去找着？所以，伫咱人生爱有上帝参与伫咱的生命内面。伫咱的工作甲日常，安尼才会当找着迄个满足。有一间教会，当然迄间教会嘛有圣歌队。有一天指挥甲牧师讲：哦，阮即团的吼，有一寡人音无准的，我毋是讲咱啦吼。一寡人吼，他音无准要安怎？吼真歹调整要安怎？牧师就甲伊回答吼，这牧师回答嘛真妙。伊讲吼，因为阮遮人讲好啦。伊讲吼，其实吼，这音无啥准吼，上帝嘛真介意听啦。吼，虽然这音有当时差小可吼，其实上帝声吼，这声吼，上帝嘛介意听啦。吼，真妙吼，嘿，哟，上帝嘛介意听，因为咱献是献啥？献心，吼，献咱的心，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吼，所以。如果若个要求落吼，可能大家拢走了去。吼，所以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生命有上帝来参与。其实，所罗门甲咱讲啥？伫世间安那无新的事，世间的一切只不过是旧的代志，不断会重演吼，重新搁演一摆。本质永远无改变，自然甲历史、环境甲人拢共款。虽然安尼不断发生，但是就是安尼循环无煞。各位兄弟姊妹，你当下想讲啊，我遵守上帝意的旨意，我为什么无成就？还是讲你搁咧追求生命意义到底是啥？还是你回头看你的一生，你有感觉到快乐无？多人敬拜而乐，讲圣神请你来，有一句话改变。所以圣神来。改变。有当时咱想讲，咱将来会安怎？传道书会说，即个所罗门甲咱讲，伊是对话语来试验咱的信心，激励咱伫上帝内面来追求、来探索人生真正久长的即个意义。所以，咱搁再开始思考咱人生的方向，亲像所罗门所写即个传道书的一样，伫你的生命的内面找到满足，咱同心来祈祷，听通的爬上帝，愿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找你的圣神来感动、来改变阮、来帮助阮。虽然阮人生的剧本无一定是照阮的计划，也是照阮的理想、照阮的梦想来行。伫阮的人生有当时有真多的意外，有真多的插曲，真侪插曲，总是阮爱伫主的内面来领受检采，有可能是主你的安排，是主你特别伫阮的生命的中间来摆列即种的意外甲插曲，不管是好的事，还是不好的事，求上帝来帮助阮。求上帝来使用引带阮，反知阮人虽然人生是短短有限，总是互阮知，阮一生是毋是活出主你所爱阮活出来迄种的意义？是毋是阮诚做基督徒，即种的意义搁较大、搁较重要？即种的价值，互阮的生命也亲像主你的话所甲阮讲。有基督徒的泡味，主啊，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恩。伫即个新春的内面，
愿主你的圣神来点导阮内面火热的心，愿用欢喜的心来领受主你无比的疼痛。伫新年的开始，阮的心来靠无上帝。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回应诗362首，我心情就欢喜起来。也即咱起立吟全首。我心情就欢喜起来，你开悲伤由阮地界，真真的光明心田，我去菩萨心心敬虔，因为求。请坐，这次请书宪的同工准备。
也即请起立，咱做伙来唱《我的性命献互你》。请坐。这是咱做伙来读金句，金句记载伫酒报下面。来，咱家己读2解，请。万事落苦到极，人讲袂真，目睭看袂饱，耳孔听袂甜。万事落苦到极，人讲袂真。目睭看袂饱，耳孔听袂甜。传道书第1章第8节。作者，我来做新的报告，甲介绍朋友。咱今仔日真欢喜，咱开春头一天下礼拜，咱有一个大家族来到咱的教会。咱要用真热烈的掌声来甲因欢迎。即内底有阿公、有阿嬷、有爸爸、有妈妈，还佫这应该是孙孙来，咱个洪正田洪正母，洪正田这阿公阿嬷是萧淑燕，是吧？来，咱请起立，夫妻洪佩瑜。王清祥王清祥啊个姊妹洪建志个洪什么英子英咱请起立，伫楼顶咱伫楼顶，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伊来咱个造乐来。让咱自己做机会。让咱自己做一回，上帝会听，予咱大家听做一回，听予咱自己做一回。欢迎你咱每礼拜拢有，每礼拜拢有拄牧师嘛有讲咱拜四有老大人的即个运动，毋是扭筋咱那是有氧活动，欢迎你嘛会当来好来，请坐。下面我来做报告。小会公告，设教150周年教会 logo 的即个设计咱即个小组有讨论议决，咱拢公布伫个楼骹。咱伫个2月初5主日圣殿礼拜时，咱要来邀请所有正会友来投票，选出咱教会的 logo。来，过来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总会国内外即个宣导奉献的主日，主题是传情上帝国即个塑造新的秩序。咱请关心支持总会所派往的即个国内外宣教师，咱为即个时间来关心大道奉献支持。第二，2月初5的主日是联合礼拜9点开始。咱要举行今年度头一届圣礼典，请大家恭敬的心来赴主的宴谢，领受主的救恩甲换命。而且咱要创要搁投票，所以一定要来。第三项，2月19，犹原是联合礼拜9点开始。这个礼拜是咱要开2023年定期会员的好会。邀请大家兄弟踊跃出席。第四，这个关怀陪伴演习会，悲伤辅导、自我照顾。
在伫咧2月甲3月，3月有2个礼拜这内底写是2月加9加16加23迄是日期，拢总有6个周四下午1点半到3点半，讲师是王英义牧师，费用是1600块。咱若有意向要参与的，咱请于娟牧师来索取即个报名费，甲海报，另个详情去了解。地点写伫顶悬女子神学院，咱家己参考。第5，方言的证明，2022年方言证明即个申请资料，咱请即个干事来索取。索取好，你填写完毕的时，咱伫咧2月26之前爱交互干事。第6，新年度的开始，欢迎兄弟姊妹申请11奉献地，请大家遵守主的诫命，奉献民主，接纳祝福。第7，每礼拜3暗时8点，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踊跃斗阵来做伙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1月份祈祷祈祷会即个讯息是分享代祷，经文是以赛亚书。第8，会家报告，咱请家己过目。团契消息，咱伫咧寒假有开一个儿少的音乐营，为了培养即个儿童对音乐有兴趣的，咱要来开启他的潜能。咱时间是伫咧2月初6到2月初7，拜1甲拜2下晡2点半到4点半，伫教会举办儿少即个音乐营。咱欢迎主流国小少年的团体，甲国中生踊跃报名来参加，费用是200块，请主流老师甲青年团体辅导来报名。具体相通的部分，第一，咱为着出外做兵的、求学的以及工课青年来祈祷。第二，为着身体无爽快、有外伤的、手术的即个慢性病的、癌症的，咱为因来代祷。第三，为着心灵受创甲心灵忧伤的来代祷。所以咱要特别为着泸州教会设教150周年来祈祷，为教会的一项使命委身宣告福音祈求上主，咱为这彼此来代祷。第13项是为着设教会150年这个教会 logo 的补选这个票选来祈祷求神赐福泸州教会呼调荣耀稳定卫生宣告的记号来祈祷。下面是国成牧师要做补充的报告。咱各位兄弟平安。咱教会今年的团契聚会拢照安尼来进行吼。把东新团契第2礼拜。少年团契第4礼拜青年团契是即礼拜日的下晡，少年团契是礼拜的透早，咱的周报顶面做一下调整。我想来帮助咱拢有当做照呢来参加咱的聚会。你以及拜3周间的祈祷会，互咱当来使，互咱来参加。因为咱今年设到150年，再就甲大家提醒，后礼拜一定要来收圣餐。圣餐、圣礼典礼拜了后，咱就伫即个所在，咱就票选咱8个 logo 要票选，最后票选一个，办法拢写伫顶面，咱踊跃参加，踊跃出席，鼓励团契会长，伫赖群组邀请，大家咱尽量拢来参与。你的会籍无伫遮，嘛当参与，毋是开好会哦。会籍无伫遮，你有来参加聚会，嘛会当来票选上帝使用帮助咱。
3月12號，咱的青年的禮拜，伫華語的禮拜，有要做伙用安尼來做一個青年的衛生甲慶典，嘛是跟咱150年有關係。這青年已經咧準備，咱也歡迎迄天有興趣會當做伙來華語禮拜，甲咱的青少年、青年做伙來歡喜，來迎接咱教會150年。我上帝想幫助咱，甲邊人講新年快樂吼！改变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请起立，咱今2摆，煞接最后请牧师为咱来祝祷。愿上主大人来，引点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受上帝祝福，愿上帝平安伴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保守恁的心、恁的念頭。愿耶稣基督恩典、父上帝疼痛、聖神甲咱眾大家三甲地对是到永遠無煞。阿門。